進發啦，千島湖進發。而家係凌晨嘅5點鐘。翻去。我哋而家第2站，今日就會行50-60K。到咗啦，我哋第2日旅程。大家今日係我哋最尾嗰日啦嘅行程啦，第3天。踩單車最驟期嘅嘢終於發生，落雨。過海。幾巴閉。3日行程結束。
睇睇先，158公里，用咗10個半鐘頭，消耗咗3000幾卡路里。呢度千島湖好出名嗰條食街，而家